按永生的名义，用会变成庙会情妇的香树呢？骑兵顺安太人，按查司刘太人，布政使谭太人求见。有请，遵命，有请两位太人。参见顺安太人，两位太人，请坐。恰错。下官初到贵体，还望两位年兄多多指教。不敢，不敢。太人哪有才见，下官应当效力。请问两位年兄本身的名姓如何？名风顺朴，百姓信嘅系安吉龙呀。哦，你知还有需要整顿嘅素材。哦，俩改革嘅态势，还会向太人示下。不敢，不敢。初本意陈述安天谱，太人可有看过啊？太有看过。凤同燕庙开情妇一案十分蹊跷，其中可有内情啊？已经结案嘞。方才在案件铺内见到反复含有神书，不知年兄可有详细审问？此案不过是照例沟通。既然如此，小弟要请此审问，以供验闻。还望两位年兄一同会审，明天可因发牌封告。太人，俩为乜案件还是正义在审？为乜不查？只讲以我太监。太人真是明察秋毫啊！待反复书上相同。苏秦苦心，鸟堂春。
求见三位都天太爷。提示从子送过喺苏山，你用为此城喺玉同村呢？回禀太爷，玉同村係王三公子为范夫安嘅命，不論用辦，范夫以成年都係銘記才是。哦，那係用嘅王三公子係何等人物呢？佢係前年立鋪松樹嘅三公子，佢名喊王。相王嘅會是本案嘅重點，本夜愛門嘅係你命開情府一案。看王太爺嘅信息，好像認識蘇珊，已經要主動蘇珊講出嘅王三公子嘅名相，莫非？苏珊，你將案情嘅經過詳細再講一遍，同樣你真經數到阎王，順安太爺天外為你做主。都天太爷用兵，万夫随出强留神，此必拍脸。春乃生，王三公子进了眼，一见钟情两情看來嘅相王嘅真是一個了迷之哦，嘅36000兩元，一年之間嫖到春末半仙啊！劉連雄，佢唔係了迷子，佢唔過係未經人事嘅少年，唔知王八路拳婆，係只看前緣，無情無義嘅人啊！太爺，你何嘗一同情嘅相王嘅公子啊？佢係一個讀書求上進嘅人，無聲義怎會行差路徑？哎
险险出身太错，也当然是值得同情啊。太人啊，你用会对两件事情的缘由按清楚啊？你案件簿上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哎呀，让我要讲到相忘的这片戏嘞，而我们嘅是苗海情妇一案。太人啊，为乜不查？只怕为贻误太监呀！错，苏珊，你快快讲来。太医。公子啊，咱那边啊，路探马龙啊，冰云啊，天啊塔，多悔呀，兄啊，关梦美娃女啊，夫名那是南国那情，夫妇来家天龙啊！苏珊，你既然立誓不嫁他人，为何你又嫁沈燕玲为妾呢？是啊，难道你忘记了关王庙内的誓言不慎？你王太人啊，都给说辞了。太人啊，王八那天啊婆，鸡苗啊用啊，他讲公子的中彩情中。让爱荆棘配乱风，随地呀一样嘛那，刀锋痛如是独恨心不满，一了春天将给盼。素地身逢回家转，十六土原来呼叫残，身家为奴三列阵。是为公子博结成，第四大方为边关。情不催良辰，苏三个言情意重，苏神意欲来为见龙，看其配菜来共同送，不反风云来猜心中。相逢的就是王太人，相逢亦对有情人，千古奇谈是小鸟，难敌高干无催眠。看，你用为敌，皮是飞落风同地险呢？凡夫草菅的世界，有唐人讲，
奉同样嘅言干，谈中王法，当下嘅言案要多不少。总管，苏三，你在甘露之中，可有人前去探望啊？回太爷，吩咐无钱无钱，马上我来探望爱，俩个苦命人。你这位低心的王公子，也应该去看你啊！王公子，佢喺翻门之後，露水夫妻嘅緣分，強強記，早就唔記得咧。那係你看到王公子，可恨人嚟妒忌。可以，吩咐對王公子之情刻骨銘心，就係佢烏紗照面，我也做定演出嘅。哎，可惜那可惜，你為佢幾次痴心，已經佢頭戴烏紗，殺唔甘願你了。刘太爷，太爷虽然王法力挑神阳，也非是不顺情，而你应当爱剃掉皮丝寸金，多按神门，才能当天苏山多底，还有苏到阎王啊！潘延祥讲得对，本院即刻命令多采凤同烟，剃掉认真。太爷，了苏三爱如何发落？在案件还望申请以前，你当将苏三金彩甘露推脱。喂，潘延祥强慢行，刘年雄还有何自告？方才宋安太爷飞身之时，声色风中，两边反复苏山口中嘅王公子，就是俺哋嘅顺安太爷嘞。下官老刘太爷不妙以下，花公都进来，苏三庙开清府一案，天有内情。也算得只是千古奇谈。来了想顺安太爷今夜一天为多采甘露，探望苏山，俺哋不如多采甘露等候，靠探安情下官也有此意啊！啊！店铺哪里？参见太爷，不用。不知太爷到此有何吩咐？今夜那有人前来探望苏山，只管勇气相见。遵命。我记得牢记偷钱，这小人不敢。有本事担待。多谢太爷。太爷乃三菜一碰，三菜一碰。为情压叹，心肝哦。
乃本府人士相逢命散，到此爱做乜嘅？多次情人嘅情人，爱情嘛啥？反复疏散，疏散，爱情佢做乜嘅？我老记早年相识，今晚其身上带翠，披顺安提来太年夫神，提来相会以表情意。按你讲，实在係有情，可惜啦，有情無理。才幹也會原諒一聽，望你行嘅奉騙。後生哥真是有情有義，太愛顯記出來。多謝才幹。蘇三啊，我輩有個王山，我來請你。